如果通常咧大家唔夠預算嘅話咧，但係又需要裝修咧，問到我咧，我通常都會係以一個做基建嘅嘢啦，基建嘅項目。咩叫基建咧？唔係起樓喎。如果喺裝修上基建項目咧，就即係咧所有飾面我哋唔計，所有家私我哋唔計，要做啲咩咧？屬於水同電或者係流水嘅項目啦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因為咧要衡量一樣嘢，如果本身我哋已經唔夠預算啦，咁我哋要揀一啲咧係可以刪減預算嘅項目啦。可能補習我會講過啦，我哋大家點樣去慳錢去揀嗰啲嘢啦。咁但係咧有啲基建嘅項目咧，我哋係必須要係真係有呢一個預算去做嘅。例如水喉項目啦，即係你譬如可能間屋漏水啦，或者冇漏水啦。今次要做裝修嘅話咧，我都用咗10幾20年或者超過咗啦。咁如果我極度建議你係全個水喉更換啦，就唔好再局部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講到電力工程啦。電力工程咧其實係比較少去有耗損啦，比較少壞嘅。但係如果你做得水咧，理論上都做埋電啦。咁所以咧喺你唔夠預算上，你都要揀一啲咧屬於水同電嘅嘢去做啦。當你唔夠預算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做好呢啲基層嘅嘢。但係如果你冇整咧，你假設你忽略咗呢啲項目啦，你可能去揀啲家私啊、配飾啊各樣嘢啦，你將啲預算去晒嗰度啦。咁但係到呢啲有問題嘅話咧，就會好阻攔住你嘅生活啦。譬如可能漏水咯喎，咁你漏水嘅話，咁啲水喉通常藏咗喺牆身或者地下噶嘛。咁咪要幫爛晒佢重新嚟過咯。咁呢一啲嘢咧就會好影響住你嘅日常工作啊，或者假設你係準退休人士，或者退休人士，或者甚至乎你係學生，都係會阻攔住你嘅。因為咧你要去維修呢一個項目咧，並唔係1、2日嘅事嚟嘅，最少要嘥你係5、6日去做。咁仲有就係譬如你話如果我係本身浴室上個企缸有問題喎，啲水喉喎，咁會阻住你去沖涼咯。你諗下，我哋每日都要用嘅喎，咁如果坐廁嘅話，我係每日用好多次添嘅喎，咁呢啲就會阻住你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唔夠預算咧，必須要諗清楚你唔夠預算，但係都要有呢一個預算先好去做呢一個裝修。